你想唔想退休之後住得又平又大又有尊嚴？依家就用8個理由話你聽，點解中山珠海會成為香港人養老嘅隱世天堂？第一點，生活平到笑，喺香港買餸一斤菜都10幾蚊啦，出街食個快餐50-60蚊起步，嚟到中山珠海街市買新鮮嘅菜都係幾蚊一斤，買足1星期嘅餸100蚊有得找，出街食飯人均3-4十，已經可以大魚大肉咯喎。計翻條數，每個月嘅生活費比起香港平一半都唔止啊。第二點，交通便利，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，珠海去香港40分鐘直達，深中通道開通後，中山去香港都係1個鐘頭多啲，想翻香港飲茶買嘢探朋友，話走就走，完全冇壓力。第三點，醫療安排夠晒貼心，珠海、中山大部分3甲醫院都接受香港醫保跨境結算，排隊時間短，醫生仲好有耐性。喺大陸睇病啊，真係舒服過香港好多。第四點，環境靚到唔捨得走啊！中山綠化多，周圍都係公園，空氣清新，好似走入咗個樹林咁。而珠海就係濱海城市，情侶路過海景真係可以打卡打足365日，日日住喺度真係好似度假咁寫意啊！第五點，樓價平，喺香港300萬只可以住到間納米樓，但係過到嚟珠海中山60至100萬已經買到一個3房嘅大單位，首期2萬至5萬搞掂，唔使掏空老本，輕鬆上車。就算你喺香港信貸評級唔達標，過到嚟大陸一樣可以借到錢供到樓，因為兩地嘅信貸評級暫時都仲未互通。第六點，住得更大更好，喺珠海中山嘅單位間隔實用，客廳連陽台，空間大到你可以擺張搖搖凳，攤住茶睇住日落。呢種生活香港點比啊？第七點，美食夠晒多，中山石岐乳鴿、東星脆肉鯇、珠海平到笑嘅海鮮，就連蝦餃燒賣10幾蚊就有交易啦，仲有各種粵式點心，日日唔重複，食極都唔厭啊！第八點，溝通完全冇難度，無論去街市買餸、商場掃貨，定係去醫院睇醫生都好啦，周圍嘅人基本上都係講廣東話，溝通冇難度，完全冇陌生感啊！真係好似喺香港一模一樣。睇完呢8個理由，你係咪已經心喐喐呢？如果你都想喺中山珠海揾翻個安樂窩，記得關注我。